朋友们，这2天烟花放的实在是太爽了。我前2天回家的时候，看到楼下小卖部在卖这些东西，然后派出所的人还想来收，后来没收掉，为什么？买的人太多了，然后只警告了他们说不准在里面放，要放到禁放区以外放。结果除夕的时候，楼下全部都是人在放，派出所的人也没来，这叫什么？民意难违啊！我现在开着窗，外面竟然有放鞭炮的声音，大白天啊！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我是没办法去评论这个禁止放烟花爆竹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觉得如果不放烟花的话，好像过年就没有了年味，因为从小到大都是放着烟花过来的。那么再一个，中国人辛苦工作1年，到了年底应该是有放烟花和看烟花的权利。起床啦，看看儿子在干嘛。这几天阿姨回家过年，爸爸和妈妈来照顾你啦。咕噜咕噜咕噜，早上好呀，新年快乐。那喜欢妈妈？哦，喜欢的。你长得比爸爸好看哇。咦，看看这一头头发还是胎毛呢，就给你留着啊。年初1早上吃点小圆子。哎呀，这个酒酿我就不该放在速冻里，下次知道了。镜子快来吃吧。啊，笑这么开心。自从有了小小刘，我觉得我和镜子2人的生活更好了，未来是光明的，而且生活都有动力了，做什么事情都鼓足了干劲。这里我也给很多丁克的或者不婚族的分享一些我个人的建议和看法吧。就怎么说呢，结婚和生孩子很多人都说后悔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这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那你到最后是肯定会后悔的。就至少我和镜子结婚不后悔，结婚之后过了5年才生孩子，现在孩子出来了也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至少对我们俩来说，生孩子和结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了。嗨个朋友们，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再一次祝大家龙年大吉，再会。